好啦，而家我哋一跳就入咗去現樓嘅3A 示範單位入邊啦。咁而家我哋入去睇下呢個物業有幾大先？其實只有477尺，而且仲可以做到3個房間、2個洗手間。我哋而家望一望廚房同埋客飯廳嘅範圍啊。跟住一入就係到咗房間，右手邊呢度係其中一個客人洗手間。之後我哋再望一望一間細小嘅房間先，可以擠到床㗎。之後我哋再去第3個房間，大家可能覺得奇怪，點解講咗一跳去到第3呢？咁第1個房間去咗邊度啊？就係對面啦。呢個房間相對比較大，而且喺門後面可以通往另外一個洗手間，作為套房用途㗎。而我哋可以轉過去廚房嗰邊望一望成間屋嘅感覺啦。而向海嗰個方向去到高層係可以望到維港景觀，仲要係中環煙花維港景喎。每一日下晝都可以望到靚靚嘅日落。畀個 like，畀個讚，係對我拍片嘅支持，多謝晒。